接应的，是不是？我看看。刘宇，我不知道玛瑙的武功有多好，但你认为三位旗主会在马车内吗？我也怀疑这是燕逍遥的调虎离山之计。但玛瑙在等谁呢？难道燕逍遥就不怕我们杀了玛瑙？把你的刀带走！五爷，住嘴！往开！六爷，我们怎么办？下去看看车里边到底是什么。六爷，可能是个陷阱。不会吧？在马车里，玛瑙就是吸引猎物的羔羊。六爷，看情形，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以免五爷那边出意外。我派人留在这里继续监视。我先下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着，有什么情况见机行事。是。大人，燕逍遥在金爵酒坊与皇师开始比武，似乎燕逍遥不是皇师的对手。燕逍遥有没有帮手啊？没有，大人，我们怎么办？我看燕逍遥快顶不住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我们还要感謝飞驼商队为民除害。不过，说这种話還為時尚早。车里边是什么東西？多管閒事的死人。你跟燕逍遙是什麼關係？你替他做事就等於替匈奴人賣命，該殺。那就看看誰先坐上這輛馬車。
這算什麼？什麼意思？這叫愚蠢。你貌似把我们引到这儿来，我佩服你的行为，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被燕逍遥利用？说吧，给了你什么好处？这是我的自由。好，今天我就不把你当成女人，我要好好的教训你，让你知道自由的代价。我看你行事光明磊落，武艺过人。如果肯屈尊跟我合作的话，或许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哼！要杀要剐，只管动手，皱一皱眉头，不做了好汉。我听说刀爷多次拒绝朝廷的奉旨，他想在西域自立为王。他既背弃了定远侯当年開創商隊的用意，又貪占了你們兄弟的血汗之功，這樣的人怎麼值得為他效命？不管你們怎麼想，刀爺絕對不是你說的那種人。他光明磊落，忍辱負重，天底下我敢說，像他那樣的人不多。那我問你，他為什麼要殺死赤標的父親？這個，你問這個幹什麼？你到底是什麼人？我問這麼多，是因為有件事情我拿不定主意。怎麼講？如果我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刀爺像你們所說的是個大英雄，或許我可以改變殺他的主意，把錢退還給雇傭我的人。算了吧，凡是違背刀爺的事情，我是絕對不幹的。快動手吧！其實我也不確定該不該相信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幫我找出武湯12期當中誰是內奸，這樣我才能找到雇傭我的那個人，或許也有機會找到你們失蹤的兄弟。闪開！司寇大人捉拿朝廷侵犯，誰敢阻攔？滾開！燕逍遙，你比我想象的更可怕。啊，你。彼此彼此。燕逍遙，真是不是冤家不碰頭啊！你我真是一對難得的冤家。你受人3萬兩佣金來西域刺殺刀爺，這回證據確鑿了吧？我不認識什麼刀爺，我也從來沒見過這個人。我今天來是因為我仰慕黃五爺的高招，想來跟他聚聚。難道不行嗎？本爵知道，葉旗主擔心五爺的安全，但本爵一向對江湖的恩怨敬而遠之。倘若參與你們的糾紛，怕會惹來閒話，所以侯爺放心，是歸娘請求向侯爺相助的。就算將來義父知道這件事情，也會感激閣下仗義相助。侯爺，那本爵就破例跟葉局主走一趟。謝謝侯爺。帶走五爺的人是匈奴人啊，我沒說錯吧？我不認識他們，更何況
他们也未必是匈奴人。中原江湖各门各派，好像跟飞陀商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在西域沙漠，能和飞陀商队抗衡的，只有天竺的匈奴和紂奴。如果杀了刀爷，誰高興呢？肯定是匈奴人高興。關於那把孔雀刀是個秘密，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只有2個人，一個是定遠侯之子班勇將軍，一個就是刀爺。而班勇將軍目前押在京城監獄中，生死未卜。如果刀爺再死了，紂奴到哪兒去找那把孔雀刀呢？所以紂奴是不希望刀爺死的。你分析的真是挺好的，大人。孔雀刀其實是一個民間的秘密，與本官的職責無關。不過本官奉皇上調遣，奉旨來西域調查班勇及飛陀商隊是否有意在西域自立為王。你把刀爺殺了，我還怎麼調查呀？你來西域殺刀爺，害得我是晝夜兼程，風餐露宿，很辛苦。真是難為你了，大人。哦，真是難得能得到你的諒解。啊，做官身不由主，職責所在，勉力為之吧。那你想怎麼樣？我想，雖然我今天沒有足夠的證據帶你走，但是，我這把刀上刻着九州司隸校尉奉旨稽查，先斬後奏。你知道先斬後奏是什麼意思嗎？3品以下的朝廷命官，我可以先斬後奏。可我不是朝廷命官。啊，那就更省事了。我可以斬而不奏。我聽葉啟主說，燕逍遙在這裡鬧事，特地趕來，沒想到已經是雨後送傘了。不，侯爺來的正是時候，因為侯爺大駕不來，本官也要登門拜訪您呢。哦，敢問司寇大人有何賜教啊？不為別的，本官只是懷疑，剛才燕逍遙在這裡生事是經過周詳計劃的。而幫他實施詭計的人，
恰巧就是侯爺送给他的美女玛瑙。謝大人，侯爺是朝廷名爵，想不会和燕逍遥这种人暗中勾結，这件事情一定是誤会。相信侯爺会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復。本爵素來辦事，除了皇上，還不需要向什麼人交代。不過，為了免除司寇大人對個別案件的初步推測所造成江湖上朋友之間的矛盾，那我就破一次例。本爵奉先皇遺詔，當今皇上密旨，來此地調查有關紂奴一案。燕逍遙武功高強，行事詭秘，這次來西域與本爵調查之事有關，而且我也得到一個消息，說他的幕後主使乃是朝中的一位重臣。快上馬！快！走，驾！对，驾！快！驾！回去以後再想辦法。駕！為了調查燕逍遙的真正動機和他的幕後指使，本爵就用一個借口，將瑪瑙送到了他的身邊。合理的解釋，絕妙的計謀，下官佩服。不過，侯爺這根釘子，可能是釘錯地方了。瑪瑙是否和燕逍遙一起生事，恐怕只是司寇大人初步的推斷。可有問過他本人？下官一定查個水落石出。哎，侯爺，剛才我聽你說，你是奉了皇上的密旨啊？司寇大人懷疑本爵，要不要看看密旨？豈敢豈敢，下官不敢。不過，皇上也頒了一道密旨給我。侯爺，你說皇上頒了2道密旨給你給我，是不是有點奇怪啊？天心深奧，聖意難測。你對聖旨有所懷疑嗎？下官不敢。
告辭了。謝大人。嗯，不如多坐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理燕逍遥生事的做法，好吗？关于燕逍遥一事，待本官拿到确实证据之后，我想我们会好好坐下来谈谈的。哼。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救我？你说呢？你救我是为了亲手杀死我？除此之外，还猜到什么？为什么要跟谢天仙对着干？你是在警告我，还是关心我？我对宙奴或孔雀刀没有半点的興趣，但如果有人要殺我，無論他救了我多少次，我也絕不會駐守，坐以待斃。到現在，你還沒報答我。我會有機會還你的。我想，我等不了了。我還沒想出刀殺你，你怎麼就先動刀了？你殺人不需要刀。你何嘗不是？不用刀，便把別人的心奪走了。你的話說完沒有？沒有。我要說的話還沒說呢。不知道你有耐心聽嗎？帶我走吧。你把我帶走吧。只要和你在一起。真的，我討厭聖教，不願意過那種殺戮的生活。去哪兒都可以。這不應該是你說的話。你了解我嗎？你以為你了解所有的人嗎？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代价，都有阴谋。天晴他傷害過你，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待你。我過去的經歷跟你沒有任何關係。不過你說的對，並不是你去愛一個人，人家就會愛你。你回去吧。燕逍遥，好，這是我的陷阱。我剛才所說的話，全都是假的，就是為了能騙取你的歡心，就像天晴一樣。等你愛上我之後，我再拋棄你，折磨你。天下所有的人對你都是一樣，你這輩子不要再愛任何人。燕逍遥，我不会再救你，我還要親手殺了你。駕！我们为什麼不向南走呢？我怕有匈奴埋伏，我們的行蹤他們肯定了若指掌。我想，我們真的有匈奴人做內奸。六爺，你放心，要是真的有內奸，我們一定很快能把他查出來。不知道五哥那邊怎麼樣了？五哥，哎，小心！有匈奴埋伏！五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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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暈了，快扶他上馬！這周圍肯定有埋伏，我們快走吧。六爷，實在對不起，讓你們受驚了。你這個狗娘養的，你想幹什麼？我正要告訴你們，你們面前的坑是為你們而挖的，識時務者為俊傑。只要你們為我們匈奴人辦事，就不虛一死。如果你不答應，我們可就沒什麼話可說。
王八蛋！原来你是内奸！你杀了我们吧！我呀，六弟！啊！啊！六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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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个王八蛋！六弟！六弟！六弟，我知道你们两位是飞陀中兄弟感情最深的。这样吧，咱们来个交易。你们当兄弟的都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兄弟死，那就看谁先替我们匈奴人办事儿。余下的一个，我保证不会伤害你。这是关键。等任务完成以后，就给你们自由，如何？五哥，飞陀商队没有孬种，你自问无愧兄弟不会怪你的，千万不能讨敌卖主。就算我们两个人死了，其他兄弟也会为我们報仇的，他们是死路一條。六弟，六弟，哦，六弟，六弟，六弟啊，六弟，六弟，六弟啊！现在你决定，如果答应还可以救他，如何？你他媽死吧你！给我打！是周豹干的。他人呢？你不知道吗？被匈奴人抓走了。他受伤没有？把他引到这儿来，然后让匈奴来杀他。这不是你的打算吗？你别瞎想，我不想解释。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吗？是你叫我把马车拉到这里来等你，然後呢？在這裡等什麼？
等誰我不想問，更不想知道。从一開始我就明白，你是在耍弄我，你不想讓我幫助你，你更不相信我會幫你，能夠幫你。周豹說你利用我。謝思寇也是這麼說的。不過，利不利用我不在乎，但我不願意幫助那些匈奴人。我真的希望你沒有來。這什麼意思？拿着這個玉佩，去洛陽的四海錢莊找唐老板，他會把黃金給你的。你什麼意思？你已經介入了這場風波，我不想讓無辜的人受到牽連。帶着這些錢，可以自由自在過日子。你以為拿着這些通敵賣主的錢，我就會花得心安理得嗎？隨你怎麼想吧，反正錢是給你了。從此我們互不相欠。燕逍遙，你給我站住！你知道什麼是無辜嗎？你口口聲聲說不濫殺無辜，可是你為匈奴人賣命。你知道要殺多少無辜的人嗎？我原以為你是個善惡分明的俠客，沒想到你和他們是一樣的。今天就算我死，我也和你拼了！來吧，拔刀！我累了，我不想向任何人解釋。如果你覺得杀我值得的话，就殺吧。你为什么不挡我的剑？我要杀你啊！我告诉过你，我虽然是刺客，但绝不滥杀，只是你不信。你为什么不解釋？為什麼不說？我解釋，你會聽嗎？